那我们平常都是在念修的时候，然后观想本尊的时候，都是需要什么？那大家一定会很清楚嘛。只要是有信心，就已经有了非常稳固完整的基础。如果没有信心的情况下，连基础都没有。所以我们很多的正常的人来说呢，没有像那个公伯笨那么的笨但是呢，也没有他那样的坚定的信心，所以就也没有佛菩萨一样的智慧，对不对？也没有公伯笨那么笨，所以这个中间的人是很多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人。那么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就是把佛像当作佛像来看，都看这个是用铜做的，或这个是用泥土做的，这个是用木土做的，这只是一个佛像而已。那又会看这个佛像庄严与不庄严，这个佛像的大与小，材质是什么，等等等等。因为这样的想法是什么？比公伯笨还聪明一点。所以呢，出来了。真正的能够可以升起的这种信心的机会，所以还是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信心的一个人，那就可能是笨一点也是更好嘛，对不对？但是又不是那么笨。那如果是有佛菩萨一样的智慧，或者是一些高深大的一样的智慧的话，那么看到任何佛像也好，佛经也好，都非常的重视，而且是非常的重要。这些然后不管是他是用什么材质做的，这都是非常殊胜。知道他的那个佛菩萨的一个佛的身苦意的一切功德的这样智慧的时候，那就听到一个佛的名字，都是会升起不可思议的信心。但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又没有这么高的智慧，那中间会有一点点自己的小聪明。那么这些小聪明呢，就是用来造业，能够可以让我们造很多很多很多的无量无边的业，那只能是导致让我们在一直不断的在轮回，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脱。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式？我们要修善断恶，我们要就是在比如说做功德消业障，全部都是要同时进行。要做布施，要做供养，要做放生，要做点灯，要做绕塔，要念经，要打坐，全部都要同时进行。全部都要同时进行的情况下，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一切的功德，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的功德，都是会同等的效果，这是不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修持着自己能不能够做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弥勒里巴尊者一样，能够可以经过这么大的苦行。那我们把这些今天呢，就是可以把它对比我们自己，就像今天在这里的我们的这些弟子嘛，那么每次的在每礼拜的一次的共修也好，每个月2次的回供也好，每个月1次的这个放生也好，这些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不是很多很多的活动？那么每个月1次的放生，我们所做的这个参赞的部分，是不是很多很多？如果是再多一点的话，是不是已经是没有办法了？那这些去想一想，先要往这样去想，然后第二个，那我们每个月才只有1次放生的机会，是不是很少很少？是不是很可怜很可怜？既然我们作为一个人，每个月有30天的时间，只有1次放生，那这个也是我们只能是做到一点点的这个随喜跟功德，那是不是完完全全不够啊？我们过去的在生生世世当中杀了多少的生，伤害了多少的众生，造了多少的业，我们这一次现在就是好好的就已经得到了一个下满人生，而且是身在有佛法的地方，能够遇到了上师，遇到了佛法，遇到了传承这个时候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做功德多么殊胜，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么一点点的这1个月1次的放生，是不是太少了？也可以这样去想，对比一下，先可以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佛法的修善的活动是不是太多了，我们实践的娱乐方面少了很多，实践的这个事实，一些实践的这种世俗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少了很多？那如果少了很多的话，是不是非常可惜啊？我没有去娱乐，我没有去家里家人吵架，然后我没有去跟那个公司的这些同事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有没有起烦恼？有没有相互那个嫉妒、相互争夺这些事情有没有少了很多？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礼拜六，礼拜六本身呢不用去上班。如果是你没有学习佛法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们没有这个课的情况下，那么礼拜六的这个下午，你是不是在家里可以好好的休息，可以睡个觉，或者是你要不要在家里可以做一些家里的整理房子整理房间或者是在家庭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跟家人吵架等等的这些，是不是因为这个课就耽误了你的实践的这些？是不是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的课也是不是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每礼拜六的话，是不是也很不好？也可以这样去看。那又反过来说，那我每礼拜六才可以上1堂课，那也是只有下午2点到5点，就这么一短短的时间。那其他的所有的时间，那么就是2点到5点的这个4个小时以外，还有在1个礼拜里面会有多少个小时？那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做什么呢？我已经得到了这么殊胜的一个下满人生，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我的时间的这个规划，为了修行的这个时间规划是否对，是否正确，要这样去看。如果是觉得不对，要改变；那如果觉得对，那就继续行持。那如果是觉得你修持的时间太长了，哎呀，实践的所有的娱乐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太没有意思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想法的话，那就要好好的就慎重的考虑自己是不是开始走火入魔了。相当前面讲的一样，穆拉里巴尊者跟他的这个上司一样，他的上司打他的时候，骂他的时候，那肯定不是那么温和或者是非常的庄严的一个场面。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一个大人打一个大人那么这种的场面就是不是特别的上司也是可能不是那么庄严，然后温和亲切都不存在的，只有愤怒然后出相那这种时候呢，就那里巴尊者也并没有离开，而且没有离开的情况下，上司跟弟子的内心的这种用语不同，就是第二天上司就温柔了、温和了、亲切了，然后安慰他每次帝罗巴跟那罗巴尊者的故事也一样那么就上司打完弟子放在那边好几天不管，快要好起来的时候回来也是又安慰他。上司的内心里面就是这样，那弟子的内心里面实际上来说的是要有个就弥勒里巴尊者一样的心，但是在现在的很多人来说就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也是会去挑上司的一些，现在的人就是要依着一个上司是必须得要听自己的一个上司，才是要当做是一个好上司。这个上司很不错很慈悲什么都听我的。那什么都听你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就只有往一个地方走。你可以带着上司一起走，走哪里呢？可以去不是地狱的话，那肯定是恶鬼。第3个路可能也是没有机会，就是出生还好，但是应该没有机会不是地狱的话就是恶鬼，那人道就更不用讲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要看自己真的是
有这个必要吗？所以一定要想，一定要看。所以就最主要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是信心的部分。那么信心是从自己的内心里面要产生，人家不会给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上师也没有办法给你，然后金刚师兄也没有办法给你，父母也没有办法给你，这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要产生的。自己的内心当中要产生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修持佛法的整个的过程是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坚定性，这才是最重要。没有坚定性的话，就什么都不成。从前大婆仁波切临行时问上师，问尊者，我何时才可以授受见识呢？尊者回答：一旦与现在不同，于相续中升起现见心性的证悟，并且对若夫我也升起如见到真佛般的坚定信心，这时你可以摄属眷属。因此上师三宝的大悲心与加持融入自相续，唯一依靠是恭敬和信心。从前阿底迦尊者的一个弟子师父尊者的名字，给我加持。尊者说：坏弟子，恭敬一点吧。那这个是翻译上面有一点点，藏文里面就没有说什么坏弟子，主要是这样的，就是他求加持给上师，上师呢先求他信心，弟子就是说给上师给我一个加持吧，帮我加持一下，就没有加持，同时回答他说：我求你给我一点信心吧。他是一个这样的，所以就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得不到加持，所以就是先求信心。那所以当然这个弟子平常也可能是没有那么的加持的一个吧。只有以坚定不移的不共信心与恭敬心，才可能开启皈依之门。因此信息是必不可少的。好，那第二个是皈依的分类嘛，对不对？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在下一个课的时候开始讲。今天我们就是到这里。以上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主要的，就是在皈依的开始，然后开启所有法门的这个基础是皈依，但是开启皈依的基础是信心。我们讲到的部分全部都是信心的部分。然后信心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就不能是说今天讲完这个课，就再也不用去看这个内容，因为这个里面实际上来说的话，今天这个内容全部都念出来的时候，就念下去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听不懂的内容，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故事，但是呢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是非常简单的，但也是对于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就是意义是非常深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对三宝、对自己、对传承、对修行，都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才是最能够可以在得到成就的。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的，大家一定要重视。不能是说这是一个轻易的一个事情，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轻易的事情来看。可以，那就今天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就圆满了，谢谢。那我们就可以做回向。一个南极万龙之个也，自本自灵着康着我。